大陆央视2019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夜4日登场，不少港台大咖艺人登台表演，像是成龙、费玉清、陈慧琳都有。而第一名模林志玲睽违8年也再次登上春晚，首次挑战水上芭蕾，优雅的身姿加上高难度的动作，让不少粉丝惊艳不已，纷纷大赞根本仙女下凡。从小学过芭蕾舞的林志玲，这次与武汉汉秀艺术团、湖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、湖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以及辽宁芭蕾舞团一同携手，带来水上芭蕾绽放。她一身大红舞衣，露出姣好身材和细白美腿，一开场就如花仙子般出现在舞台中央，随后跳入水中，与表演团队一起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。而林志玲高水准的表演也大受好评，不少网友纷纷惊呼这几年最精彩没之一，这真是志玲姐姐自己跳的吗？没有用替身吗？志玲姐姐太拼了，美哭了！志玲不仅绝美，还会跳水，根本仙女下凡，假的44岁吧？这个身材，这个腿。